開始之前請幫手訂閱，俾個 like 同埋分享出去俾你嘅親朋好友睇下啦。你嘅支持係我哋繼續做影片嘅動力。中日關係因為日本右翼抬頭愈趨緊張。12月13日係南京大屠殺紀念日，特殊日子又喚起唔少人嘅傷痛同記憶。海軍日前發佈咗一段短片，以 AI 科技召回清末抗日名將鄧世昌，讓呢位率領大清志願艦官兵撞沉日本軍艦以身殉國嘅水師名將，穿越現代踏上福建艦甲板，感受130多年後嘅中華海軍實力。鄧世昌係廣州海珠區人士，以身殉國時只有45歲，係清光緒年間北洋水師志願艦嘅艦長。日本侵華爆發甲午戰爭時，佢率艦迎敵，喺重炮攻擊下，志願艦炮彈用盡，防守無力。佢下令該艦全速衝前，撞擊日本軍艦阻敵前進，係甲午戰爭連串血淚史中最悲壯殉國者之一。我哋先睇下海軍呢個科技糅合創意嘅短片。這鐵甲是哪國的軍艦？如此寬闊。先生，我是中國海軍戰士，這是中國海軍的航空母艦福建艦。航空母艦？這艘艦完全由我國自主建造，長300餘米，可搭載多型艦載機。您看那電磁彈射軌道，好啊，比當年致遠艦威風多了。若當年有此一艦，我致遠將士何至於？歷史我們從未忘記，今日的人民海軍，艦是親手造，彈是自主研，絕不讓將士再因裝備不如人而流血犧牲。好，這才是我中國海軍該有的樣子。鄧世昌時代嘅志願艦同今日嘅福建艦當然冇得比，但佢同艦上官兵護國護疆嘅事蹟卻感動咗一代又一代人。海軍將士話：100年前，你們以生命踐行艦存人存，艦亡人亡；100年後，我們以實力捍衛，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如此，老夫先安矣。碧海之下，眾魂克位，唯願你們銘記甲午之痛，永以為訓，丹心赤膽，方為根本。願我華夏海疆永無烽火，永沐太平。請先生放心，這萬里海疆終將如您所願。呢個短片好短，但傳達嘅信息卻好多，既藉此告慰100多年前嘅英靈，亦警告企圖來犯者。從鄧世昌到劉公島都係海軍及任何中國人要銘記嘅事。鄧世昌嘅故事喺廣州鄧氏宗祠及山東威海劉公島嘅甲午戰爭博物館有詳細記載。央視故事中國欄目亦曾拍攝過當年甲午戰爭之黃海海戰一幕。1894年9月17日，李鴻章命北洋水師護送4000名陸軍增援朝鮮。北洋水師完成護航任務後，艦隊在海上停泊。鄧世昌如往常般在艦上各處巡閱。上午11點30分左右，北洋水師鎮遠艦圍樓上的哨兵報告，西南方發12點50分左右，大清北洋艦隊與日本聯合艦隊在鴨綠江口外的黃海海面相遇。北洋艦隊12艘戰艦與日本艦隊的12艘戰艦爆發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蒸汽機鐵甲戰隊的大海戰。全艦炮位準備，跟隨定遠運動，先打敵方旗艦，送島。呢場海戰炮聲隆隆不停，打咗4個多鐘。北洋水師艦同設備都遠不如日本軍艦，艦隊備攻受損嚴重，志遠艦更用盡彈藥。如今沒有炮彈了。
冲上去了。此时志愿舰因重炮过多，已经严重左倾。邓世昌亲自掌舵，志愿舰开足轮机马力，急速向吉野冲去。鄧世昌最後留低幾句說話：吾輩從軍為國，早置生死於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然雖死，而海軍聲威忽替，是即所以報國也。北洋水師同日艦約5個鐘嘅大海戰，規模同時長都係世界罕見。此戰北洋水師5艦被擊沉，死亡800多兵勇。軍備遠勝嘅日本軍艦亦有5艘嚴重受創，死亡300多人。清廷事後追封鄧世昌為太子少保，穩入昭宗祠。甲午戰爭之敗，導致清廷最終被逼與日本簽下喪權辱國嘅馬關條約，割讓台灣、澎湖，並向日本作巨額賠償。歷史不可忘，英雄更不可忘。佢哋希望強軍強國嘅心願，更應該好好傳承。大家可以去廣州鄧氏宗祠同山東威海劉公島了解更多英雄往事。好啦，今日講到呢度，多謝支持。